過年互相送禮，除了表達感謝、博感情，更是一種溫暖的社交。台南大安東百貨除了提供各式各樣送禮好選擇，今年迎接馬年，嘛宣布2月17日農曆初一，將限量準備300份的福袋，要給大家試手氣。因為每一袋基本上攏500-600塊的商品加餐飲禮券已經回本，也有機會抽 iPhone 17等大獎。更加吸引人是 App 的金級會員，也有加碼抽市價6萬外塊的黃金。是元百特別加碼抽黃金的活動，只要你是憑元百 APP 的金級會員，要金級會員哦，那你來買福袋。那他就可以參加全台抽黃金的活動，那共抽出5名幸運兒，那幸運兒就可以獲得點精品的珍藏限量晶片，價值6萬多塊，真的非常的好康。百貨迎接過年，多年來攏會甲廟宇異業合作，推出數號禮品等應景活動，邀請大家做伙來迎接馬年好運、平安甲財富。台南新聞，阮吉採訪報道。